好，又翻到嚟我哋第二節啦。上一節我哋已經講咗，就係提到其實交紅衫咧有一種特定嘅史觀啦。簡單嚟講，係叫做作為方法喺中國咧，以中國作為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咁呢究竟係咩咧？你未講到。咁但係我哋首先要從佢嘅一啲對手開始講起。咁佢嘅對手其中一個咧，即係香港人可能比較熟悉嘅咧，就會係黃仁宇。咁所以話佢對手，或者佢批，即係佢冇解到。係啦，佢冇點名話黃仁宇你唔好啦。但係佢會批判某一種嘅史觀嘅。係，而黃仁宇可以話係即係香港比較流行或者大家比較熟悉嘅一個對象。係啦。咁啊頭先講到黃仁宇有個特色就係佢基本上都可以將所有嘢都講到係資本主義嘅問題嘅。即係當然啦，有時候佢就會好似好體諒咁啦。譬如咁你冇辦法㗎嘛，因為中華帝國咧過於早熟啦。就係佢好早已經形成咗一個好大嘅文明體系。如果要維持一個咁樣嘅文明嘅體系嘅話咧，咁佢就要用一啲佢哋已經有嘅方法去維持佢。而呢個係咩方法咧？就係儒家嘅禮制同埋小農嘅經濟啦。係啦，咁佢會用呢個方法去解釋咗秦漢嘅帝國啦，亦都會解釋埋隋唐嘅所謂嘅第二帝國係點樣運作嘅。咁呢啲佢甚至乎會話點解魏晉南北朝之後經歷咗即係幾百年嘅動亂咧，係因為嗰個小農經濟被破壞咗。然後去到隋唐嘅時候咧，因為啱啱喺隋唐之前咧，胡人入侵嘅時候咧，慢慢歸化之後咧，呢個小農經濟慢慢又再建立起嚟。所以去到隋唐嘅時候咧，佢亦即係用4個字叫彈冠而起嘅。即係話所有嘅條件成熟啦，所以帝國又可以重新再建立翻。而嗰個建立翻嘅帝國咧，其實基本嘅基調同秦漢係差唔多嘅。就係下面咧有小農嘅經濟咧，每一個地方嘅經濟都係一模一樣嘅，就係大家都係種田嘅。然後就有一個好大規模嘅帝國喺上面，就係佢係用儒家啦呢啲禮制去治國。咁唔係一個好 precise，即係唔係一啲好精密嘅治國方法。即係唔係數字化管理啊，或者好精密嘅官僚體制。係啦，即係我哋唔係因應呢個地方做嗰啲咩，所以就好專心咁搞佢。即係我哋唔係話呢個地方有洪水，所以治理。其實唔係咁樣嘅。其實就係總之全國都係做差唔多嘅嘢，都係種田嘅。咁所以我哋大概猜想全國都會遇到某一啲問題，所以就有一啲好簡單全國通行嘅政令咧，就會下達落去。咁但可以想象其實即係呢個當然係一個好簡陋嘅運行方式啦。但係事實上咧，佢就令到中國嘅帝國能夠維持咗2000幾3000年。佢嘅超穩定結構啊嘛。係啊，咁呢個亦都係符合好多歷史學家所講啦。咁但係黃仁宇最後咧就會話呢個咁嘅超穩定結構咧係造成一種困難咧。令到我哋中國有好多源遠流長危機，譬如3不5時就有內戰內亂啦、饑荒啦，或者係所謂嘅 dynastic cycle 朝代更替咧，其實都係因為呢一種咁樣嘅大規模嘅以小農經濟加大帝國禮制形式所管治咧，係根本冇辦法徹底解決嗰啲問題。所以即係3不5時咧就會爆大鑊啦。咁但係到最後究竟要點樣解決咧？其實即係黃仁宇就開一條藥方啦，就係要走向現代化嘅資本主義啦。咁所以黃仁宇其實最後有一個歷史判斷嘅。如果大家有睇佢嘅書咧，佢哋有時都會講都話，其實中國近代嘅2場革命，一場1911年嘅國民黨所帶領嘅即係當時唔係叫國民黨啦，同盟會所帶領由國民黨所完成嘅一場革命咧，其實就係官僚階級嘅現代化。即係我哋終於將我哋嘅政府變成一個現代化政府啦，佢可以能夠進行數字化管理，譬如佢知道可以將全國分做教育啊、交通啊、農業啊各樣嘢咧，係可以就翻各個地區嘅嗰個特定嘅處境去做因時制宜嘅工作。咁但係都未完成，因為咧原來喺民間嘅層面咧仍然未做到嗰種分工，因為我哋仍然係小農嘅經濟啊嘛。咁原來佢就話去到呢個毛澤東時期嘅新中國咧，終於咧就將嗰個數字化管理下達到去即係去到農村啦。咁然後令到農村都能夠進入咗呢個現代化嘅經濟體系。咁但係坦白講啦，去到最後咧要講埋改革開放，講到去而家近代中國，即係近代到去即係講緊係而家 now 呢個 content 嘅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嘅30年嘅中國，先可以見到嗰種完成。就係我哋見到整個中國咧，由上至佢嘅官僚架構，下至民間嘅嗰個生活嘅組成嘅構成或者係運作咧，都係透過呢一種資本主義模式。咁終於咧，中國咧就走進現代化。咁睇嚟咧，黃仁宇嘅史觀咧都有一種嘅，即係命定，係咪叫命定論，或者叫做一種方向論咯？係一定要向某一個方向發展，咁樣先叫做一個現代嘅國家咁樣嘅。咁但係咧，我諗
我哋今日介紹嘅隊長溝紅衫咧，就唔係咁樣睇喎，或者佢對呢一種咁樣嘅方向論咧，係有一種質疑嘅態度。我諗係非常之批判，即係唔係保留添啊！即係佢實際係反對。係啊，咁佢會認為其實呢個亦都同佢身處嘅背景有關，因為佢係一個日本嘅歷史學家。或者我哋可以拉翻嚟即係講近代，即係對即係。specifically 佢對近代史嘅呢一種命定論或者呢個方向論有咩睇法咧？佢會話其實佢會話咧，對於日本嚟講如是，對中國嚟講亦都係如是。就係近代中國或者日本歷史學家睇自己歷史，或者係日本即係對方，即係中國人睇日本或者日本人睇中國都好啦。其實都係去問一個問題，就係究竟佢哋點樣去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然後同西方列強抗衡。當我哋咁樣睇嘅時候，就不可避免就會以一種其實我哋個目標有一個目標已經明確啦，就我哋要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而呢種現代化嘅標準咧，其實就係西方而嚟。就我哋要成為一個，譬如黃耀話數字化管理，譬如對於某一啲現代主義嚟講，就係要走上資本主義，或者係我哋要建立一個國民國家，嗰啲唔再係人民或者係臣民，而係公民啊。即係譬如有呢一種咁嘅想像，譬如我哋。就算今時今日啦，我哋話民主建國都好啦，或者我哋講香港要民主回歸，其實背後都有類似嘅想像，就係我覺得我哋要達到某一種現代國家嘅標準，可能係政治上嘅民主自由呢一啲啦，或者係經濟上嘅資本主義嘅運作，或者係社會層級上嘅由一種農業嘅社會構成變成一個現代化個人主義嘅一種社會。咁譬如呢一啲咁樣嘅東西，如果我哋諗一諗。嗰個標準係點嚟？其實都係嚟自西方。即係可以講一講啦，就係就算我哋對中國幾時開始進入近代咧，呢一個概念都係有同西方嘅掛鈎。你會覺得由列強入侵開始咧，咁樣中國被逼作改變咧，作為即係中國近代嘅開始喎。咁溝紅衫嘅睇法就唔同啦。如果唔係，佢都唔會有一個概念叫做前近代啦。其實呢個好有趣。其實溝紅衫亦都冇反對，即係佢都話。事實上的而且確，因為甲午戰爭因為鴉片戰爭咧，係令到中國被逼進入一種外來嘅現代。即係呢個現代係外來嘅，因為如果冇呢個鴉片戰爭，咁中國未必會有自強運動，亦都唔可能有其後嘅一啲譬如變化，即係譬如君主立憲嘅構想，或者係民主嘅構想。其實即係我哋可以好坦白咁講，其實。即係大概我哋想象唔到中國會點樣自我轉化成為嗰啲嘢東西出嚟。咁但係唔等於中國本身去接受呢一個外來嘅近代嘅時候，冇佢自己本身進入近代嘅一啲條件同埋可能。咁呢樣嘢就可以即係我哋可以帶翻嚟講呢本書嘅題目就係、究竟溝紅衫嘅佢講話作為方法嘅中國啦，或者中國作為方法啦，究竟係咩意思咧？又可以連接到頭先 Daniel 你話我哋頭先認為所謂嘅現代國家或者進入呢個中國進入呢個現代化同西方抗衡嘅時候，我哋有好多時候都用咗西方嘅諗法啦。咁佢係咩意思咧？例如我哋好多人會講話咁西方嘅價值係普世價值嚟嘅喎。咁如果我哋唔講話，我哋話唔理西方好似而家咁樣，而家嗰啲疆魚因為走出嚟話我哋係你唔好干擾我啲嘢，我哋係實行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咁而家咁溝紅衫或者係話有中國特色嘅發展道路。係啦。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咁溝紅衫係咪就係講緊話我哋要走呢個疆魚，或者我哋聽到共產黨啲人所謂嘅中國特色嘅社會道路咧？我諗呢個會好容易構成誤解嘅，的而且確係，因為咁你3句唔係2句中國特色，咁就啱啦。咁即係我哋嘅，總之我哋而家嘅特色就係我哋要走呢一種社會主義，我哋就係要走呢一種所謂嘅民主。總之你啲民主唔啱我哋嘅，我哋要走自己嘅民主走出嚟。咁好容易會俾人咁批評啦。如果你即係就咁立下眼嘅時候，但係其實呢個就要翻去講溝紅衫認為究竟歷史係喺邊一度？因為如果好似我哋頭先咁講嗰種中國特色論咧。其實仍然係失去咗中國歷史嘅中國。點解啊？因為即係溝紅衫就話，如果你真係要講呢個有中國特色嘅，咁你就要講出嚟，究竟嗰個中國特色係點樣產生？你憑乜嘢話中國而家嘅咁樣嘅狀態，就係我哋自己文化或者自己歷史走出嚟嘅結果咧？咁因為如果係咁講咧，就要進入一個歷史裏邊嘅討論。而溝紅衫佢一方面有頭先嗰啲比較宏觀嘅史觀嘅歷史視野啦，同時間咧，佢其實做咗好多實際嘅歷史考證嘅工作嚇。而嗰個發掘喺邊度咧？譬如作為
方法的中國咧，其實就有幾篇咧都有講到好重要嘅部分。譬如有一篇咧就會講天下同埋國家嘅概念，同埋生民啊，仲有其實係兩組啦。有一組咧就叫做天下。天下觀咧就對比於，即係如果我哋將呢個世界想成一個天下嘅話咧，咁生活喺其中嘅人咧就叫做生民。咁另外可能咧就係我哋想象呢個世界其實係國家，咁生活喺裏邊咧就係國民。係啦，咁佢認為中國傳統咧其實係冇國家同埋國民呢一組概念，但係中國有嘅咧係天下同埋生民呢個概念。咁呢個概念咧佢喺邊度抄翻出嚟咧？就喺明末嘅時候，顧炎武或者係呂留良，即係清初呂留良，或者係再早少少可能係黃宗羲佢哋，就會講到天下嘅問題。咁啊，甚至乎我哋記得有一句説話啦，喺抗日戰爭嘅時候講得好多，嗰個叫做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咁啊，原來呢個就係講錯咗嘅。係，咁原本係講咩？原本係顧炎武講到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然後國家興亡咧就士大夫去奔走啦。即係佢要將天下同埋國家分翻開。咁國家其實喺即係喺顧炎武啊嗰班人入邊嗰個 concept 係乜嘢咧？即係佢解釋嘅。其實對於顧炎武嗱，因為顧炎武喺明末清初嘅時代，佢面對嘅係清王朝嘅覆亡。咁佢話其實清王朝嘅覆亡同一般人究竟有咩關係？其實係冇關係。即係佢大膽咁樣講就話，其實呢種國家嘅滅亡咧，同如果我哋係生民嘅話咧，其實係唔關我事，因為國家唔係生民嘅國家，國家係邊個國家咧？係官僚嘅國家，係士大夫嘅國家，同社會嘅大眾一般嘅人咧，其實係冇關係。咁所以同一般人有關係嘅咧，其實係天下。而乜嘢係天下咧？咁呢個咧就變成一個道德嘅概念。天下係咩咧？就係人與人之間嘅人倫同埋道德能夠維持，就係我哋能夠互相尊重，可以過一個恰當嘅生活，一個舒適嘅生活。你幼有所養。係啦，老有所養，老有所依，幼有所養。係啦，呢一種咁樣嘅人倫嘅秩序，一種社會同埋天下嘅秩序。而呢個秩序同國家係冇關係，因為國家係一家嘅國家，即係一定係一家一姓嘅國家。譬如明朝嘅滅亡只係朱家嘅滅亡啫，即係同一般人民邊有關係咧？譬如李自成，如果李闖打入京城之後能夠頂得住滿清入關嘅話，其實佢只係建立咗李闖嘅王朝啫，而都唔係改動咗天下嘅人民啦。但係如果有一日我哋發覺原來人與人之間嘅人倫破滅，係啊，人與人之間互引為相食，即係好似今日，其實今日就有啲似嘅，即係中國人，即係我都記得好多人講過係整假雞蛋啊，整假貨啊，人與人之間就係相食啦。即係我哋而家要我哋如果要係唔係你識？如果我要生存嘅話，我就要侵佔其他人，我哋要剝奪其他人生存嘅權利。如果係咁，呢個就係人與人相食嘅處境，呢個就係天下之所望。而如果面對呢個天下亡嘅處境咧，匹夫都有責任，一般人都有責任去復興一個所有人都可以共存嘅世界。咁呢一種諗法真係同西方嘅所謂現代國家跟住之下成個國民嘅諗法真係好唔同喎。呢個亦都係同嗱呢個就見到其實嘅另外一篇文章又有相關嘅，一篇文章就講封建嘅問題。咁呢個其實都講咗好耐㗎啦，即係當然啦，喺49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歷史學比較有進步啦。但係此前咧，因為我哋要緊貼呢個歷史唯物論啦，所以咧就會話咩？就會話喺皇朝中國，即係去到滿清都係啦，其實都係封建嘅。咁然後咧之後咧就先變咗。咁一係咧就再褪，一係咧就係啦，孔子咧就係封建嘅。咁然後跟住就好怪啦。咁中間嘅王朝究竟係乜嘢咧？即係混亂制嘅王朝國家究竟係咩年代咧？咁一係就話佢係貴族政治咯。即係總之都唔係太 name 到梗係乜嘢嘢。咁喺呢個意義底下，封建都係壞事嚟嘅。咁但係秋紅山嘅考察咧就係話，其實唔係喎。其實封建咧喺晚清，即係去到明末，去到整個清嘅晚期咧，都仲係有一個正面嘅意思嘅。其實封建係好嘢嚟嘅喎。咁咩意思咧？就聽到好奇怪啦。即係尤其是我哋呢一種讀近代中國史嘅就係學咗好多反封建抵制。係啊，即係同埋甚至乎，我記得有啲 auntie uncle 喺內地走出嚟嘅時候咧，佢哋都會有時佢哋片言隻語之間咧都會話：唉，呢啲嘢就係太封建啦。譬如你覺得男女即係女人應該聽男人話，嫁咗老公之後就唔好出去做嘢。咁嗰啲 auntie uncle 都話：唉，呢啲真係封建思想啦。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會用封建去描述一種貶義或者古老啲老舊嘅東西。咁但係有趣咧，就係根據秋紅山嘅分析咧，其實曾經咧封建咧係一個先進嘅思想嚟嘅喺明代。
原來佢哋曾經有一啲士大夫咧係用提倡封建咧去對抗明代嘅皇權嘅無限擴張，甚至乎去到清代亦都係。點樣對抗啊？咁因為簡略地解釋一下。呢個你可以話叫封建啦，或者嗰個講。因為封建其實原本係封列土封侯啊嘛，然後列土建國。咁國原本就唔係嗰個大一統王朝嗰個國嘅意思喎，即係國呢個字原本就係一個大嘅城就已經叫國。係啊，咁所以即係個簡體字錯啦。係啦，乜國公乜國公。咁其實講緊嘅咧就係一個高度嘅自治。係啦，自治嘅意思咧就係令透過嗰一時一地嘅人民咧，自己去建立起佢嗰個生活嘅環境。咁譬如去到晚清嘅時候咧，去到呢個洋務運動嘅時期咧，有一啲本身係參與洋務嘅人啦，佢哋會走出嚟話，其實我哋應該建立地方嘅自治。令到因為佢哋唔會講係地方自治啦，可能佢哋講嘅 term 係即係地方要令到地方更加有錢，或者粗口嘅講法就係地方充權啦。係地方充權。係。咁其實佢哋會用封建去形容呢一種咁樣嘅取向㗎。我哋應該重建封建，就令到嗰個地方咧可以自強。譬如我哋唔好下下都靠中央啦，應該透過嗰個地方咧，自己發展一啲工業啊，或者係自己發展一啲水利嘅工業，又或者直情團練啦，亦自己有軍事武裝力量啦，湘軍湘軍啊，另外一個咩湘軍淮軍，係淮軍嗰啲都係。咁其實呢啲都係封建嘅意思咧，係有一種自治嘅精神啦，甚至乎咧同後期有啲所謂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咧係扣連咗上嚟。其實無政府主義喺呢個時候唔係講緊拋棄政府喎，而係拋棄大一統嘅王朝對於地方強硬嘅管制，而同時咧係令到人民能夠充權嘅。咁所以封建曾經有一個正面嘅意思。同埋好有趣嘅係咧，因為到後來咧地方做大啦，喺晚清時期，所以你到辛亥革命之後咧，你如果對比起呢樣嘢，溝口同陳有講，其實好多歷史學家都有講到，就係話你中國到最尾帝制崩潰嘅時候咧，喺外國例如你法國大革命啊，其他革命咧都係。即係你推翻個王朝，你就建立起一個現代國家。但係中國咧就變咗一推翻咗辛亥革命之後就地方各自宣布獨立咯。其實係每一個地方，因為自己好大勢力，所以就即係。其實所謂辛亥革命，即係我哋成日都取笑，其實都唔知隔咗邊個嘅命。係。即係因為革完命之後，你冇建立到新嘅國家出嚟，係即係你只係將舊嘅國家瓦解咗。係，所以都有人話辛亥革命係未完成嘅革命。其實面對頭先個處境，我哋可以想像。即係有啲人就會話呢個係一個未完成嘅革命。其實正正就係因為我哋有一種革命嘅想像啊嘛，我哋覺得革命一定要建國，而建國就係要建立一個新嘅民族國家。咁但係呢個對於溝通生嚟講 exactly 就係其中一個佢批評嘅對象，就係我哋覺得革命一定係要以建立一個民族國家為目標嘅。點解唔可以係另外一啲可能性嘅？因為最有趣嘅即係今日呢個可能比較異端啦。咁你係咪想分裂國家啊？你係咪想點啊？但係如果我哋睇下20年代，就算連毛澤東喺長沙嘅時候都有講過，佢話中國點解唔可以成為一個聯邦或者係一個鬆散嘅政體咧？其實我哋應該考慮建立長沙共和國，唔係湖南共和國。你如果而家剪翻啲咁嘅嘢出嚟咧，就變咗禁書㗎。係啊，咁跟住，但係真係毛澤東講。係。咁即係對於溝通生嚟講法就係話，如果我哋真係進入歷史裏面，我哋去睇翻個別嘅歷史時期裏邊嘅人物。究竟佢點樣理解佢自己嘅處境？用啲乜嘢思想同乜嘢行動去回應呢個時代？咁我哋就可以見到其實有一個特定嘅中國歷史嘅脈絡喺嗰度。而呢個歷史嘅脈絡並唔係因為我哋今日相信咗或者係攞咗某一啲外國嘅理念或者係價值，然後去判斷話呢個革命未完成，因為佢冇變成一個民族國家。即係我哋嗰個視野唔應該係咁樣走落去。咁如果係咁樣睇嘅時候，溝口可能佢對而家我哋所講嘅或者內地講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有好大嘅批判喎。係啊，或者我哋下一節翻嚟即係可以再講多少少。好啊。